小捕头啦，这是误会啦。严大娘，这个姑娘是什么人？伊是万花楼的歌姬啊，素红姑娘是一个真好的姑娘。若毋是我及时赶到，这个公主早就已经死了。小捕头，因这两个哦，上爱安尼动刀动剑，毋捌一天哦无咧互相练剑。哪知影讲今仔日偏偏去互你撞着，毋则引起这个误会。你是讲因一个比武？就是啊，啊无你若毋相信，你应该问看卖呢嘛。小捕头，阮互相常常是伫咧比试，伊是存心伫要来试我的反应如何，并毋是真心伫要向我下手啊，小捕头。想袂到，煞来引起像你的误会咯。哦，我甲你讲过无，这都是误会，无毋对嘛。啊，倒好咯好咯，咱拢家己的人嘛，啊若误会讲开就煞。来，我请你来去静听皇帝，请。刀剑无眼，以后你爱小心哦。大龙啊，啊，咱误会就解开啊。当迄个公主吼，嘛袂记你心肝内，啊，你何必着哭咧？大爷，你等我一下，来去楼下皇帝讲，啊，你等我一下，啊，我做毋对代志。萧天龙明明伫你的房间伫咧啉烧酒，伊是安怎样哪会起咧东楼？萧天龙伊是一个捕头，而且伊反应灵敏，只爱阁说互姐姐伊开迄个门，是伊家己发现，这甲我哪有啥物关系？如花，听文娘咧讲，这件代志无定着。安怎？你伫咧毋甘心？我免来会退求钱。伊分明是暗中指点萧天龙去咧东楼的所在救走狄青，又搁甲我假吹硬。我问你，迄一天，狄青互我禁在迄个陷阱下，是毋是你甲伊救走？毋是我，毋是我，你敢强辩？严大人，假是毋是我绝对毋敢安尼做，严大人。你这个贱人，你毋肯讲实在话，若无我再甲你拍，你绝对袂讲的。严大人，拍！你唔通袂记，你是伊的杀票受人，你唔通乱想。我，无如啊，等你今仔日是安怎？
咱斗阵遮久来，敢讲我对你还无够忠心是？那你是安怎？那我是咧甲你讲笑的，你何必都遐尼认真呢？这个贱人，伊的骨头真硬，一点仔实在话，伊都毋肯讲。做我，毋是我咧袒护文娘，照这情形甲看起来，无条着文娘确实是无辜的。伊若照安生讲起啊，我的小妹说谎，毋就伊阁失败咯。大人，小姐伊是妇人之仁，每摆要下手的时阵，拢是张毒不管。代志若是搁再安尼继续下去，万一若是去互狄青发现着，后果是会不堪设想。是毋是会当将这件代志交互我做？你，听讲狄青武艺高强，力大无穷的，万一你若失败者，代志传扬出去，反而不妙啊！大人，请你放心，狄青是我的师弟，虽然你的功夫真好，相信我也袂输伊偌济才对。搁再讲，万一若是失手，代志办无成功者，我会负起全部的责任，绝对袂牵连到大人你。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魏雄，想袂到讲你对我也遐尼忠心嘛。也毋过，大人，为着要避免闲话，代志若是成功了后，我想要结束万华啦，离开这个所在。好，在你离家之时，我就输你白银3万两。3万两，咱若是有这3万两，咱两个就用咧远走高飞。也毋过，若是要离开这个万华楼，这个万华楼有今仔日的成就，咱两个嘛费了袂少的心血，即马当然要甲伊结束起来。我实在真唔甘。做法，你会知影，咱开始狄青若是无走，万一消息若是传入南清宫，连孙大人伊就担当袂起，何况是咱两个咧。搁再讲，头一步咱所要做的，是设法将叶鸳鸯夺靠钱，然后才除掉狄青、莲香，还佫有文娘，你唔通袂记哩。文娘，你甲伊留起来，终归尾是一个祸害。尤其是你是伊的元首人，伊敢会放你煞？好，连文娘做伙收治单调。哎呦呀！文娘，文娘，你是安怎？来规身拢全伤呢？什么？我不要紧。文娘，你紧甲我讲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免困，这是我家己心甘情愿。总有一天，
我要爱你的这个我。不娘，不娘是怎样？小姐，拄则耶稣又搁伫咧问讲，结鸳鸯伫咧什么所在？你到底是知影也毋知影？我早就讲过，我毋知影。小姐，我总感觉你伫咧谈何德清。毋准你后白讲。小姐，我伫咧想，结鸳鸯一定伫咧德清的身上，而且小姐你嘛早就已经知影，只是你毋肯讲出来。小翠，你若搁再安尼后白讲，就毋通怪我将你赶转。小姐，但我是为你好的啊！我知影你的心内伫咧爱德清，所以。也毋过，小姐，伊爱的是迄个文娘啊！德清，你真是去爱着文娘，原来安尼，昨你明明知影我要气死你，伫咧小埔头的面头前，反倒转来替我讲话。德清，你到底是什么居心？是爱我，还是存心要戏弄我？文娘是一个沦落之人，你为什么要对我这样关怀？这是为什么？文娘，你的过去我已经袂记，我敬爱你是现在。你是一个志直坚贞的少女，什么人都跟你不能比啊！文娘是一个残花败柳之人，我无记得你对我这么好。文娘，莫提簪花，败了心。年中的表莲，不来了马蹄啊。
帮助你找到你老母的骨灰，而且也要破除万花楼，带你离开这个所在。老李啊，不哩啊悬哦，嘿，我看无法嘞。你较大汉，互你大声扛起哩。无喏，安尼唔对啦。哪会毋对？我较大汉，骹手较笨嘛。哦，你较细汉，较溜咧，哦，就互你去哩。爱我较对哦。对啊。吼。毋对毋对，无规矩安尼啦。你屁咧吼，互我加骹啦。安尼阁有理哦。嘿啊。对。哎呀，莫吵啦，人都咧扛袂起你啊！哎，哎呦，哪有遐尼久还袂起来啦？啊，无起来阁倒落去。嘿，无啊，生草啊！啊，连你啊想要甲我爬起来，安尼我也煞自在会惊，袂使。无喏，等恁两位兄弟啊，3更半暝，恁伫遮咧共爬围墙啊，若去用热倒菜是要安怎？我再讲恁爬围墙啊是要创啥？啊，都讲个袂用的，用暗的啊。用暗的。嘿啦，安尼啦，多阮大哥吼，你是毋互阮入去内面啉酒毋？啊，阮酒吼就用暗时啊，才甲伊扛过来去，通我啉两杯啊！啊说安尼对啦，安尼就对啊啦。对啦，我是讲两位兄弟吼，若要啉烧酒吼，我带恁来去，带恁来较好的所在，互恁啉一个较爽快的。无喏。哎呦，迄是啥物声音3更半暝哪有人咧笑？兄弟啊，迄酒楼内面吼，啉酒醉的人足济，声声拢有这个声。敢若是讲看卖咧？来去啦！你莫哭吼，我送你去南靖宫，你莫哭吼，着大爷。这敢是温柔因老母的骨灰？大孙呀！切，你大概想袂到，万花楼的师傅就是你的大孙呀。大孙呀，你哪会在这个万花楼咧？我已经叫师傅作出师傅，我什么所在无能去？大孙呀，点你！什么人是你的大孙呀？原来万花楼的秘密，许你知影，要离开这个所在。除非你是用光的出去。大孙呀，你听我讲。你搁讲啊！若搁再唔下手，你唔通怪我无情。师弟，我是要试你的功夫，看师傅伊是毋是真受骗心。师弟，伫五味山的时阵，咱同门的孙兄弟，大家拢讲师傅伊上疼你，时常伫咧阮后壁，处处探修你的功夫。但是当时我并无相信，
原来这个气力的工，果然忘不掉。我才做大事，竟然这么简单，就败在你的手中。师弟，我求你，放我一条生路好无？师弟，我求你，